定期輸血同長期注射除鐵藥物都有一定嘅局限。要根治地中海貧血，最好嘅方法就係為病人移植骨髓或者係臍帶血。咁其實無論邊一種移植啊，目的都係將一啲常嘅骨髓或者係臍帶血移植入病人體內，令病人恢復製造正常血液嘅功能。骨髓移植或者臍帶血移植，喺目前嘅醫學上嚟講咧，係唯一可以根治重型地中海貧血病嘅方法。咁但係骨髓移植或者臍帶血移植咧係有一定嘅局限嘅，因為咧我哋係需要有適合嘅骨髓或者臍帶血嘅捐贈者，而呢啲捐贈者咧，適合嘅捐贈者咧係主要嚟自家庭裏邊嘅兄弟姊妹，因為咧我哋係需要個捐贈者嘅白血球抗原或者俗稱白血球血型咧係同病者係吻合嘅。咁而每一個兄弟姊妹咧係有1/4機會咧，佢哋嘅白血球血型咧係同病者吻合。咁即使我哋係揾到適合嘅捐贈者，但係咧骨髓移植本身咧係有一定嘅風險，佢有一定嘅死亡率啦，亦都咧係會有一定嘅併發症，譬如咧可能發生咗嚴重嘅感染或者係排斥嘅作用。病者或者佢嘅家人咧喺呢個移植嘅過程裏邊咧係需要忍受一定程度嘅痛苦同埋咧係併發症嘅產生。